成你旨意，一生永不放弃。主，我献上自己，救赎着我生命，只叫我你命定，我全人只为你，一生只愿为你。我只愿能更多亲近你，依偎在你同在里，更贴近你的心意。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开始要来读撒母耳记，上和下，总共有55天55章。那我们今天早上要来请静怡师母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早上我们要开始一起来共读撒母耳记的上下卷。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像哈娜一样，将一切的忧虑和渴望坦然交托给你。主啊，你也是垂听祷告的神，求你使我们在读经当中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的信实与恩典，学习像哈娜一样，在困难当中仍然依靠你。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撒母耳记上下在旧约当中是一卷书，在希伯来的圣经当中，那到了希腊文的希腊圣经的时候，才分为上下卷。那撒母耳记的记载是历史书，那是从以利祭司以利开始，一直到扫罗战死为止啊，这是撒母耳记上。那特别强调了撒母耳是上帝所立的先知，那也是祭司。那在当时祭司有重要的地位，因为百姓要侍奉神、亲近神，都必须要经过祭司。那上帝设立撒母耳是先知，也是祭司那但是祭司就渐渐失去他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先知，所以撒母耳是士师，也有人说是撒母耳是最后一位的士师，因为前面是士师记，那他又是祭司，那他又是先知，那他有多重的身份。那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知道祭司和先知的职位都已经被取代，因为至圣所的幔子已经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我们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能够直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不再另外透过祭司或先知。耶稣他自己成为大祭，最美的大祭司，献上更美的祭，而圣灵也把上帝的话恩膏的教训放在我们心里，也不需要再经过先知，所以我们借着每日的读经祷告都能够来亲近神。那撒母耳记上的分卷呢，1到8章，总共上卷有31章，1到8章是讲到撒母耳他的事迹，那以及成为最后的士师的过渡时期。那9到15章是讲到扫罗他如何从领袖变成第一位的君王，好，那是扫罗的心情。那16章到最后就等于下半卷下半段，16章开始到31章都讲到大卫的心情，而大卫渐渐变成主角，扫罗变成配角，所以这是撒母耳记上。那它的地点呢都是在迦南地，甚至是全地，那是整个以色列王国的前身到以色列王国的兴起。所以对照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家，那读撒母耳记呢，可以让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这个王国怎么样来被上帝所建立。那发生的时间呢，前后约有60年了。好，那其他这里面有很多的人名，很多的资料，那我们会再慢慢的来补充。那我们今天来读第1章，那先请师母来带我们读1章的1到8节。
在以法莲山区的拉玛城有一个人名叫以利加拿，他是耶罗罕的儿子，以利户的孙子，是属于以法莲支族苏弗宗族托户家的人。以利加拿有2个妻子，哈娜和比尼娜。比尼娜有儿女，哈娜没有。以利加拿每年都从拉玛到示罗去敬拜上主，万军的统帅向他献祭。在那里，由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做上主的祭司。以利加拿每次献祭后，都把祭过的肉分给比尼娜1份，给他的儿女各1份。虽然以利加拿很爱哈娜，但只能分给他1份，因为上主一直没让他生育。哈娜的对头比尼娜常常侮辱他、折磨他，因为上主使他不能生育。这种情形年年一样。每当他们来到上主的殿宇，比尼娜就使哈娜难过的掉眼泪，不吃东西。她丈夫以利加拿问她：哈娜，你为什么哭？为什么不吃东西？为什么这样伤心难过？难道有我不胜过有10个儿子吗？好，那在一开始就提到这个萨姆尔记的这个祭司啊，当时的祭司是提到这个萨姆尔他的背景啊，那他出现是在以法莲山区，好，那叫做拉玛城，好，那在和本是翻成拉玛的索菲哦，好，那这个地点呢是在以法莲山地靠西的地方，好，那从这地图当中呢可以看到，好，是属于当时并没有分北国和南国，好，因为以色列也还不是一个国家，那他们是进入迦南地，从约书亚进来征战得地为业，那划分给12支派，那以法莲是属于山区，那以法莲和马拿西呢都是约瑟的儿子，好，那因为约瑟对于以色列这个以色列人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啊，因为他们能够存续都是因着这个约瑟，所以他们让约瑟的后裔得到2份，2份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好，那特别马拿西又有约旦河东和约旦河西，好，那他们是属于在整个迦南地的蛋黄区。那拉玛这个地名呢，意思就是2个守望塔或是守望者。好，那也有人认为它就是拉玛索菲，就是拉玛，好，是指同一个地方啊，好，是指同一个地方。那这个以利加拿，以利加拿呢就是萨姆尔的父亲呢，那这里有讲到他在以法莲山区，那我们会以为他是以法莲支派，但是我们从历代志上，去年的读历代志上的第6章，那27、28节，还有33到38节，就可以看到这个他们其实是利未人的后代。利未有3个儿子啊，格顺、哥辖、米拉利，那他就是属于格顺的后裔，那也跟这个亚伦、摩西都是一样，都是哥辖的后裔哦。那所以其实这个以利加拿呢，那他这里有讲到他的父亲、祖父跟曾祖父哦，好，那在历代志上的第6章的族谱当中，好，也有提到的萨姆尔、以利加拿，也有提到耶罗罕，好，那有这几个名字是同样的，好，所以证实是同一个人，但这个人他却有2个妻子，为什么这个利未人娶了2个妻子？好，那这里没有交代，那但是知道一个妻子叫哈拿，好，一个妻子叫毕尼拿，那但是呢，毕尼拿有孩子，哈拿却没有孩子啊，好，那所以这造成这个以利加拿他并没有享受妻人之福啊，好，那他却是在这个2个妻子的婚姻当中、关系当中呢，好像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3、4节呢提到说，以利加拿就是撒母耳的父亲，每一年都要从他们所住的拉玛索菲去到示罗。那示罗是在什么地方呢？示罗就是在这个拉玛东边大概20几公里的地方。
那示罗在约书亚的时代呢，以色列的会众都聚集在那里，甚至呢就把摩西的会幕设立在示罗，所以从约书亚的时期以色列人大小事都会在示罗来商议他们会在那边来讨论决定。那也就逐渐成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政治、军事、宗教的中心几乎就是他们的首都那以色列人就会来敬拜因为会幕在这个地方，他们要来到上主的会幕。但是到撒母耳的时代就是这个约柜被掳之后呢，那这个示罗呢可能被非利士人给破坏，那甚至到王国分裂的时候呢，那还有少部分的祭司还在示罗没有离开，他们可能在等待着约柜回来。那这里提到以利加拿，他每一年都要从这个拉玛索菲去到示罗去敬拜，这距离来讲并不是很远好，那示罗这个城的名字呢，就是指和平或是安息之地安息之地。那士师记的最后几章从18章还有21章，那都有提到这个示罗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也让我们看到撒母耳记是衔接在士师记，那是非常的紧凑的部分。那但是呢，他们来献祭的时候呢，示罗的祭司叫做以利，这个以利呢也有提到他有2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何弗尼的意思就是拳击师打拳击的人，菲尼哈是一个铜管乐器铜管乐器可能是一个埃及的名字那这只是从这背景那撒母耳记也没有多做交代，但是呢以利带着2个儿子呢都已经在做祭司，所以这一家里面就有3个祭司那以利加拿呢都会把献过的祭物呢分给他的妻子这个毕琳拿1份儿女1份，但是呢哈拿呢却是双份但是在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第5节说，虽然以利加拿很爱哈拿，但只能分给他1份。好，那在和本是翻成他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好，那这个双份的意思呢很难翻译所以现在中文译本呢只用说只能给他1份但是其实他的心呢却是想要给他加倍加倍的这个意思所以从字面上来看呢那就是都是大家得到1份但是哈拿呢的心呢却是占了这个先生以利加拿的双倍那但是为什么他不能得到双份？是因为上主就是耶和华没有让哈拿生育，所以生育的事情呢在旧约当中这都是上帝在决定。但今天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科技，透过很多的医疗那我们可以透过人工的方式或是医疗的方式呢可以来改进这个不孕的现象。那第6节哈拿的对头就是以利加拿的另外一个妻子，那他们比利拿常常侮辱哈拿，折磨他那因为比利拿见自己可以生育那他跟他的孩子们都有得到这些的分的祭物，可是哈拿呢都只有1份都只能得到1份，所以呢他就看轻他侮辱他，这让我们联想到在这个亚伯拉罕对不起是这个亚伯拉罕曾经有2个妻子然后雅各也有2个妻子那他们都有这个原配就是大老婆不能生育的问题好，那这个问题看起来也是很频繁的出现。那毗邻拿呢就会轻看哈拿以至于哈拿每一年呢在这个时候1年有3次的过节，从这个逾越节到五旬节到住棚节这3次到示罗的会幕去献祭回来，那
这个分这个祭物的时候呢，哈拿好，他却非常的孤单，好，以至于他难过的掉眼泪。那所以甚至他就不吃东西。那以利加拿就会问哈拿，你为什么哭？那为什么不吃东西？为什么这样伤心难过？其实他不是不知道他为何哭，所以他自己也说，难道有我不胜过有10个儿子吗？那所以在以利加拿心目中呢，这个利未人以利加拿，那他是爱着这个妻子，那因为他们可能为了传宗接代，或是把传宗接代看得很重要，所以但是呢，这个哈拿一直没有办法在上帝的面前蒙恩。好，接着再请牧师娘带我们来读第9节到18节。有一次，他们在示罗，在上主的殿宇吃完饭，哈娜站起来，她非常难过，一面痛哭，一面向上主祷告。那时，祭司以利正坐在殿门旁边的祭司座位上。哈娜许愿说：“上主万军的统帅呀，请垂顾你婢女的苦情，眷念我，不要忘掉我。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许愿把他终身献给你，一辈子不剃头发。”哈娜不停地向上主祷告，以利注目看她的嘴唇，因为哈娜默默地祈祷，只动嘴唇，没有出声。以利以为她喝醉了酒，就对她说：“你还醉得不够吗？别再醉酒了。”哈娜说：“不是的，先生，我根本没喝酒，我心里愁苦，正在向上主倾吐我的苦情。别以为我是不规矩的女人，我一直在祷告，因为我极度的悲伤痛苦。”以利说：“你安心回去吧，愿以色列的上帝照你所求的赐给你。”哈娜回答：“愿你常以仁慈待我。”说完，他就离开去吃东西，不再面带愁容。好，谢谢。那不知道过了这样的情形过了多久，那他们来到了示罗，好，所以可能也是在节期上会幕，到会幕去献祭的节期。好，那这里虽然讲上主的殿宇好，但其实那时候是圣殿都还没盖起来，因为大卫都还没有出生，好，那所罗门当然更不在，所以指的都是指会幕。那哈拿站起来还在难过，因为他想到他在上帝面前只有一份，而且他没有后嗣，那好像没有自己的这个儿女，那所以他也跟神祷告。那哈拿就在那时候祭司以利呢也在这个会幕的门旁，祭司的座位上，所以哈拿就许愿说：“上主万军的统帅，请垂顾你婢女的苦情，眷念我，不要忘掉我。如果你赐我一个儿子，我要许愿把他终身献给你，一辈子不剃头发。”那把儿子终身献给上帝呢？这样子的许愿其实是很少的。那但是对哈拿来讲，他愿意能够把孩子终身献给上帝，终身的意思就是从小到大。那甚至对利未人，因为他们是以利加拿是利未人，那利未人他们都要在会幕当中来服侍。那在这服侍的年纪呢，我们从民数记，今年初我们有读民数记第4章还有第8章，可以分别看到利未人工作的年纪从30岁、50岁，到了民数记的第8章变成25岁到50岁，就是他们可能还要再经过5年的实习。那所以终身呢，是可能是不只是在利未人只有25岁到50岁这个工作年纪，甚至是在从小到老都要归给耶和华，那不用剃刀剃他的头那这就是这对不是利未人要在会幕工作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拿细尔人。好，那这也是在民数记、利未记里面提到拿细尔人的条例，就是一个许愿的人。那他在许愿的当中呢，不能剃头，好，那他要还愿的时候才剃头。那但是呢，这个撒母耳，好，那他的妈妈哈拿就许了这样的愿，好，所以如果这个成真的话，撒母耳一辈子的头发呢，可能都没有剃过。
那哈拿许了这样的愿呢，好，他多盼望有一个儿子，好，即便这个儿子，他就算是只能够跟这个儿子好相处，好，短短的时间就要献给上帝，但是他依然甘愿。好，那12节哈拿在示罗的会幕门前呢这样的祷告，以至于呢以利呢就看见他的嘴唇，好，在开口默默以为他开口，但是不出声，以为他在喝醉酒，在喃喃自语啊。所以以利还很好心的劝他，说你还醉得不够吗？别再醉酒了。那可见呢，在这个，因为在以色列的献祭当中，好，那他们献祭，好像祝棚节，好，他们献祭完之后，他们还要有7天，好的在那边的守节，好，这天数很长，好，那他们也会庆祝。那以利以为他庆祝过头了，好，那在喝醉酒，但是呢，哈拿就对以利说：“不是的，先生，其实他也知道他不是先生，他是祭司啊。好，他和合本是说我主啊，好，我主啊，好，那在这里现代中译本是用先生。他说哈拿说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烈酒都没有喝。好，那这也让我们看到拿西尔人，好，也是一样不能喝酒。那所以其实哈拿他也知道这个拿西尔人的条例，好，那他也在向神许愿。他说我只是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倾心吐意，那倾吐我的苦情。好，那也看见哈拿好像是在把他的生命的力量全部都用在这边了。那16节说，不要把你的使女，不要把我当成不规矩、不正经的女子，我极其难过和生气，所以一直祷告到如今了。所以哈拿的的难过呢，还夹杂着生气啊，这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那他在难过当中，知道他已经向神可能做了无数次这样的祷告，那为什么上帝都没有回应他？那上帝会回应他的关键呢，就在17、18节啊。以利呢听见之后就说什么：你安心的回去，或是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所以在这里呢，以利呢是用祭司的身份来祝福哈拿。好，那这也是在这个生命记当中，好，这个摩西的祝福，或是说在利未记当中提到祭司要为百姓来祝福。那这个祝福呢，可能让哈拿的祷告呢就差最后这1里路。所以以利的祝福呢，只有简短的2句话，你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好，现在中译本，你安心回去，愿以色列的上帝照你所求的赐给你。而哈拿就领受了这句话，对以利来说，这可能是他的例行工作，也可能是他真心的祝福。但是哈拿就领受，哈拿的回应：愿你常以仁慈待我。和本是愿你的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了。所以哈拿他真的就领受这一份的信心，所以他就上路就是从示罗回去到拉玛索菲，然后回去也吃东西。过去过节的时候人家在庆祝，他都不吃东西，但是呢他领受了这个祝福之后呢，他就不再面带愁容。好，最后一段请牧师长继续带我们读19到23节。第二天早晨，以利加拿全家一早起来敬拜上主后，就回拉玛去。以利加拿跟他妻子哈娜同房，上主应允了哈娜的祷告，她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哈娜给孩子取名撒母耳，因为她说：“这是我向上主求来的。”上示罗的日子又到了，以利加拿带他的家人上去向上主献年祭，还他所许的愿。这次哈娜没有去，她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要带他到上主的殿宇去，让他终身留在那里。”以利加拿说：“好吧，你认为怎样好，就怎样做，留在家里等孩子断奶后再去吧。愿上主帮助你，还你所许的愿。”于是哈娜留在家里乳养孩子。
从18节，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利加拿的全家都来示罗的会幕服侍。那19节提到以利加拿的全家敬拜上主，就回拉玛去。那为什么他们要全家？因为他们是利未人，所以利未人的工作就是要在会幕里面的服侍，所以他也是带着全家来服侍。那在利未人服侍完呢，他们可以将百姓所献的领到这个1/10整个利未人是1/10。好，那祭司呢又是利未人的1/10。好，那所以他们得到这一些呢，他们就要回去。好，那等于他们的服事就告一段落。那所以他们清早起来在上帝面前敬拜。那这个敬拜呢，就是一样就是献祭，好，一样就是在上帝面前完成应该要有的各样的礼仪。好，之后大家就回去拉玛自己的家。那回家之后呢，以利加拿和哈拿就同房。所以这个同房的意思就是圣经常常用的认识这个字，认识。那表示呢，这个生育呢也不是一个像玛利亚童女怀孕生子，不是。在旧约当中，这一些不孕的都还是经过这样的认识同房怀孕生子。所以只要借着祷告信心，借着努力，上帝都能够来使那不怀孕的成为怀孕的，成为母亲。那哈拿后来果然怀孕，就给她的孩子取名叫撒母耳。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他的希伯来的意思就是他的名是上主，他的名是上主，所以就是哈娜。好，那这个名字是哈娜取的，不是以利加拿取的。好，所以这个名字呢，在利未人的支派当中呢，也很少见。因为这个是母亲的祷告，所以母亲也主导这个取名。那他要见证神，所以说他的名就是主，他的名就是神，是上主，是上帝。那他说，因为这是我向上主求来的儿子。好，那所以哈拿知道他怎么样在上主面前立定心志，倾心吐意，不喝酒，不过节，不吃东西，禁食，祷告，许愿，然后终于他得到这个宝贵的儿子。那后面哈拿还没有得到儿子呢，有撒母耳还有弟弟妹妹。那还有甚至呢，可能照明天所说的，他后面会有7个，就是后面还有6个孩子。可能有6个孩子。好，所以这个只要当那个不孕的那个权打开之后，锁打开之后，那个怀孕就变成很自然的事情。那21节，那以利全家又到了要上示罗的日子，就是又到了过节，或是可能过了1年，或是到了3大节要去圣殿献祭去服侍。那但是呢，22节哈拿却没有去。那哈拿没有去呢，他对他的先生说，等孩子断了奶，我就带他去朝见耶和华，让他永远住在那里，终身留在那里。所以这个母亲哈拿，那现在中文本翻成哈娜，非常的坚定，也非常的清楚，对上帝是非常的言出必行。那这跟后面的扫罗的对照呢，就有很大的差别。一个妇人，利未人的妇女，那他都能够这么样的对上帝言出必行。可是呢，扫罗他成为整个以色列领袖呢，却没有把上帝的话认真的听，认真的执行，是一个很大的对照。那所以以利加拿也同意，说好，你认为怎样就好，怎样做。所以这个以利加拿也真的是爱他的妻子，好，那完全尊重他的妻子，所以哈拿就把撒母耳留在家里乳养。好，最后24到28，请牧师娘带我们来读完。孩子断奶后，哈娜带他到示罗去，同时带去1头3岁的公牛，10公斤面粉，1皮带酒。哈娜带着幼小的撒母耳到示罗，到上主的殿宇。他们宰了牛后，哈娜把孩子交给以利，并对他说：“先生，我发誓，
我就是你以前看见站在这里向上主祷告的那妇人。我向上主求这孩子，他照我所求的给了我，因此我要把他献给上主，他要终身归属上主。于是他们在那里敬拜上主。好，谢谢。那孩子断奶，现在我们的孩子断奶都是半年几个月就断奶，因为都用副食品、用奶粉来取代。好，那但是孩子断奶最多呢，可以到3岁，3岁前。那所以当时可能没有这些的副食品，没有这些奶粉，所以孩子还是要靠喝奶。好，那可能到2、3岁，所以撒母耳可能到了2、3岁之后，那哈娜就带着他到示罗耶和华的会幕，这里还是解殿宇，但是是指会幕。那所以他还带了一头3岁的公牛，好，也证明说，那他就是用这头牛来献祭，好，然后也等于是3岁的撒母耳，好，就是来还愿的。那3岁对我们今天来看，这么小就要把他留在圣殿，就把他带来教会，就不让他回家了，好，这个是一个残忍的事情，但是对哈娜来讲已经足够了。好，他也是在这3岁以前，他能够做他应该做的陪伴，还有教导。宰了牛之后，就交给了以利。好，那对以利说：“我主啊，请容许我说，我向你我的主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那妇人就是我。”所以以利都不知道，可能都不晓得哈娜她已经怀孕了，好，生了这个儿子。好，3年后，那她才又出现，抱着一个这3年还加怀孕10个月啊，所以大概4年后，好，所以耶和华已将我向他所求的赐给我了。好，那撒母耳的名字就是他的名是上主。那哈娜说这是我向上主求来的，所以撒母耳跟求这个字呢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或是在希伯来文当中呢是一个双关语啊。好，所以撒母耳本身就是一个求的过程。那现在他许愿了，还愿了，好，那他也不断的跟以利来介绍好他怎么样求。所以他说我现在正式的把这孩子带来，好，然后献给耶和华。今天在教会可能没有办法来收这样3岁的孩子，可是呢在当时，那他们向上主许愿，好，那这些的祭司呢，他们呢就可能就有这样子的条例或是规矩，好，那就是可以把这样子的孩子，好，就是留在会幕当中，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那最后他们就在那里敬拜，好，所以第一章我们看到一开始以利加拿敬拜，到哈拿敬拜，到他们许愿敬拜，到还愿的敬拜，好，整个第一章都充满了敬拜。那我们也看见生儿育女是神的荣耀，好，那这是上帝的赐福。好，但对照我们今天少子化，好，那这份荣耀呢，好，我们需要重新去看重、去追寻。但是呢，能够把孩子奉献给神，好，是一个荣耀神，是一种荣耀神的回应。那环境的艰苦迫使人祷告，舒适安逸的使人不知道如何祷告。所以如果哈拿像毗邻拿这样子的，好，有很多的孩子，哈拿就不会有哈拿的祷告，而是在艰苦当中使他的祷告呢，好，让他找到了祷告的动力，好，也促成美好的故事。而祭司的祝福也使人产生盼望，进而采取信心的行动。那今天我们都会认为牧师是祭司，那但是彼得前书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好，人人皆祭司。那这也是改革宗教会所强调的信仰，万民皆祭司。所以我们都应该要带着祭司的职分身份去为人来祝福。那我们看见哈拿许愿，哈拿还愿，还有哈拿的祷告呢，也成为世人的典范，不仅是以色列人的典范，也是世上人的典范。今天我们都会用哈拿这个名字来纪念一个母亲伟大的祷告。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知道每一个困难、每一个挫折、每一个不如意，其实背后都有上帝隐藏的祝福。也让我们知道这样的祝福是经过宣告、经过祷告、经过启示，求上主也让我们能够带着祭司的职分，能够来为人来祝福，为我们周遭的
为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为我们自己的儿女来祝福，使他们都能够领受上帝你的同在。我们也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重在主面前的祷告，以及在主面前的敬拜，让我们所做的、所祷告的、所求的，都能够用心灵和诚实。也当上帝来怎么样来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来献上我们自己，不是只有献我们的儿女，更是奉献我们的全部，能够来回应上帝你的恩典。我们献上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牧师娘，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牧谢，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大家，平安。是你赐给我生命气息，赐给我温柔的心，让我能全心相信。世上无人能够取代你，一生只愿为你。主，我献上